今日天氣報告：香港今日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25至30度，濕度高，出門記得帶遮，注意路面濕滑。今早經濟概況：上海證券指數3367點，平收；香港恒生指數23332點，跌12點；美國道瓊斯42654點，升跌互見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2119，港元對日元現價唔使問，即刻查，約148.5，視乎實時匯率。紐約黃金3248.58美元1盎司，紐約原油61.34美元1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55%。今日財經速遞：深圳證券交易所喺5月19日搞咗2025全球投資者大會，主題係新質生產力，投資中國新機遇，未來資產環球投資話，全球投資者對中國市場信心增強，外資正逐步加碼中國資產，企業盈利下行風險有限，市場有望迎來價格重估。美銀調查易數亞洲基金經理，發現越來越多投資者揾中國機會，只有16%揾其他市場。同日，國務院新聞辦開記者會，話中美將大減關稅，利好雙方貿易。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數據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7174億元，同比升5.1%；網上零售額47419億元，升7.7%。CPI 同比跌0.1%，環比升0.1%。PPI 同比跌2.7%，工業增加值升6.1%，失業率5.1%，較上月跌0.1%。樓市方面，70個大中城市住宅價格環比持平或微跌，同比跌幅收窄。一線城市新樓價跌2.1%、2、3線分別跌3.9%同5.4%。野村上調中國 GDP 預測。第二季由3.7%升至4.8%，全年由4%升至4.5%。港股表現硬淨，恒生指數自4月起回升，5月16日收23,300點，全周升2.09%，連漲6週。行業價格同估值已收復，中美關稅緩和，恒指突破23,456點，若成交保持旺盛，有望挑戰24,000點。但要上試3月19日高位24,874點，仲要睇資金入市態度。美國財長貝森特話，會同多國簽地區性協議，不誠懇談判嘅國家，關稅會返4月2日水平。穆迪下調美國評級，市場擔心美股觸頂，基金經理或獲利回吐。摩根士丹利認為，美股拋售壓力明顯由利率恐慌引發，而非基本因素。投資者或可趁低吸納。中美貿易協定將關稅由145%大降至30%，市場波動緩和，但要突破6100點，需企業盈利支持。美銀睇好新興市場股票，預測下一輪大牛市由美元走弱、美債收益率見頂同中國經濟帶動。內地股三大指數窄幅震盪，上證指數收3367點，升0.12%。港股低開後反彈，恒指收23,332點，跌0.05%。美股三大指數升跌互見，道指、納指同標普500表現平穩。亞特蘭大聯儲行長博斯蒂克擔心通脹，暗示今年或降息一次。4月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8%，1萬元一年少800元。想追回？搵我哋傾下啦。投資同人生一樣，風雨無常，保持冷靜最重要。今日生活曆數5月20日，乙巳年4月23，酉日衝陽，大事小心為上。生肖虎、兔、蛇。今日狀態優異，牛、羊、猴、雞。今日狀態優良，鼠。今日狀態一般，龍、馬、狗、豬。今日事事小心，當日旺色，黃色最旺，白色順，綠色宜談判，黑色稍遜。哲學小思：市場波動，好似人生起跌，保持平常心，順勢而為，方能行穩致遠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